大名啊，我是夏米吼，较侪人捌我可能检测是迄个拍台语、吹台语，台文加什物记忆啦吼。今日真欢喜哦，我有着4个赏，吼，就是因为我嘛参与台湾罗马字协会，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、欧妈妈协会，我拢是会员，但我有着4个赏。先感谢咱即个世界大文化论坛吼，互我来遮受赏啦吼，特别感谢梁光兄吼，甲陈明生遮个先行者吼，因带咱。就是行这条路，嘛长期甲我肯定支持。我感觉若台湾人吼有迄个生涯贡献赏，应该互因才对啦，对不对？嘛感谢台语学协会吼，今日真用心备办这个典礼。我2016年的时阵吼，有机缘来学台语文啦，捌白话字，甲家己的爸母话吼捡转来，才知影讲台语有100几档的文献甲历史吼，是有大福气啦吼。过当年吼，2017年吼，为着要有人通同齐做伙讲台语、读台文吼，所以去参加即个打到台语开讲社吼，即个社团其实是迄个陈金华先生发起的。迄个2018年吼，煞无张持吼来接迄个第2任的社长安尼，吼自安尼就来烦恼遮个台语文活动。即个社团是设伫迄个社区大厦内底啦吼。自我参与社团去后，发现咱即个资源真少吼，用效嘛无讲诚好，所以随说台语文真恶啦吼，所以当阵就借社大的资源吼，去甲打到在地一寡店头合作办全台语文活动。毋过其实你若看即马拜六礼拜，其实逐款的活动、别款的活动拢足济，咱要安怎甲人比拼吼？所以2019年的时阵，也是就是我做社长第2档的时阵，我就讲想讲迄个。规气啦吼，参甲舞较大出安尼，吼较有机会互知影啦，所以过来就是讲咱办活动吼，时间爱看好较长的吼，就是迄个爱客人豆豆传出去吼，所以买手就想讲就规气办几个月安尼啊，所以迄当阵2019年11月是办几个月，有20场的活动啦吼，是真无简单。其实迄当阵咧做的时阵嘛无共讲，咱迄个活动吼要来做伙讲台语，也是写台文无，我就是。当做即件代志是做事上的，逐工就是安尼生活就对啊。所以就是真无简单。迄当阵有公开募资，我募着20几万，毋过是一场敢若万通箍，其实做无简单。其实咧做的人嘛，敢若2、3个尔。迄当阵活动其实有乐团啊、念歌团啊、作曲者来唱台语歌 ，DJ 伫菜车内底放台语的母语音乐，全台语的电影又上台文的双字幕。办台语市啊，台语的 DIY 教学在地台语行搭，嘛有迄个正统的党主席也是讲演员吼，用全台语演讲，办台文册展、台文艺术展览，佮出一本全台文的刊本吼，即摆到当无第2本，是毋知安怎，迄逐篇拢有教声音，或者就是想会教的全部拢甲舞就对啦吼。其实迄当阵评我结果就评我暗算会加真好，就是因为差不多来的人吼。高声贵我拢毋捌，所以我感觉效果真好。迄当阵嘛有影响到讲者、表演者、店头家等等啦。所以赶时前吼，咱有缘真欠即款活动，就是社会得的，互咱的青少年啊、少年爸母通进入即个欢喜的气味内底。拄则咱有讲台语安怎？嘿，就是安尼。所以其实咱若有法度进入即个欢喜的气味内底。想法就通豆豆去改变啦。所摆2022年吼，我就有发起即个拄则讲的迄个打到台语文促进协会，嘛想要一个较侪友志吼，往即个方向做伙来行。所以即摆阮协会就是继续用即个品牌来做相关的活动。所以咱嘛望讲，咱会当来做伙拍拼，甲台语文正常化，邀请咱各位友志朋友做伙来参与，感谢努力。